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5年12月26号。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這個央企也不行了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根據最新的數據說華潤置地今年裁員近8000人。華潤對吧？那是妥妥的這個是6大央企之一嘛。保利、華潤、中海還有什麼？華潤裁員8000人。截至2025年6月底，華潤置地員工總數較2024年減少5045人，其旗下物業公司華潤萬象生活也減少2833人，兩者合計減少近8000人。也就是你看央企裁人更狠，悄无声息的这8000人就離開了。這個綠地集團近期進行大規模裁員和組織架構調整，員工總量銳減。根據公開數據綠地集團員工總數已從2020年的8.6萬人高點持續降至2023年的6萬人，意味着3年內累計減員超過了2.6萬人，降幅達到30%以上，而且這一趨勢在2024至2025年仍在延續。近期架構調整，2025年12月，其關鍵子公司綠地香港進行了一次被外界解讀為以架構調整為名，行人員優化之時的大規模組織調整，實際上就是變相裁員具體措施包括撤銷原有的7個項目集群，營銷、財務、綜合管理3大核心部門，轉而新設立3個跨片區中心進行統籌，這實際上這就是合併，對吧？然後在精簡具體裁員比例，2025年3月新合併成立的蘇皖事業部裁員比例據稱超過30%，而4月份部分項目團隊裁員比例甚至達到了40%。實際上這些都不算過分，因為相比較這些房企在苦苦掙扎，對吧？在 ICU 病房，他不裁員，他工資都發不出來，不裁那才叫怪。有人統計了截止到現在，開發商從業人員大概只有高峰期的40%。你想想吧，整個開發商行業60%已經被開掉了，那去哪兒了呢？如果再加上中介，对吧？還有这個上下游企業、周邊行業跟房地產相關的人，多少人失業，對吧？去送外賣、開網約車去了，因為這崗位沒了嘛。這是房地產行業低迷直接的衝擊。這個摩根士丹利他說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疲軟帶來的新不確定性。這個摩根士丹利最新一期的報告它的研報對中國房地產市場2026至2027年前景持謹慎態度。該報告核心關注點在於民營開發商日益加劇的流動性危機，以及房價持續下跌對金融體系的潛在衝擊。這個高盛的分析師也指出儘管融資成本有所下降，但銷售額的劇烈萎縮抵消了降息利好，導致房企償債能力惡化。特別值得警惕的是，房價下跌正在推高抵押貸款的風險，如果房價進一步下跌，可能會觸發負反饋循環，貸款可用性下降，導致止贖增加。什麼意思呢？總之你的房價在下跌，對吧？你的資產價格縮水，那麼你貸款你本來貸了100萬，現在你只能貸50萬了，因為你抵押物縮水了，就這個意思那你要麼你就找50萬還上，要麼你就別貸了，這不就是變成抽貸嗎？進而進一步加劇供需失衡，並產生負面的財富效應，抑制消費。報告預計他說2025年到2027年，中國家庭債務償付比率將維持在15%以上的高位，高於美日房地產泡沫破裂時峰值水平。第一個，一手房建設活動預計在2026年至2027年保持疲軟，也就是新房建設那2026年、2027年不會有什麼起色。由於行業持續流動性壓力和高庫存水平，一手房市場建設活動難以回升。雖然當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降至銷售額的85%時，雙位數的同比降幅可能收窄，但整體疲軟態勢不改。第二個呢，二手房市場供需失衡的調整將比預期更久，二手房價格企穩的時間點將推遲。這主要是由於價格削減了加速和交易量的疲軟，定義了更廣泛的市場平均售價下行趨勢。第三個是民營開發商面臨嚴峻的債務償付和流動性壓力，民營房企利息支出占銷售額比率預計在2025年到2027年仍處於15%至20%的高位。也就是
房企的銷售額的20%，銷售額的20%用來還利息，還不是還本金啊，是還利息。一方面說明那個房企的負債太高，对吧？利息太多；一方面说明房企賣房子卖得太慢了，金額太少。所以如果说啊，你20%的这個銷售額用來還利息，那麼這個房企它必須暴雷啊！你還付工資啊、稅啊，對吧？各種費用啊，你還有那些其他成本呢、關鍵你本金可一點都沒還，那你只是還了利息啊，對吧？等到這個貸款一到期，完了你根本沒有這個現金流去還這個本金啊，就暴雷。這個摩根士丹利說啊，他說國企的銷售額的5%到6%用來還利息，這是他們認為的啊。隨着銷售虧損擴大，其償債能力面臨極大挑戰，信貸違約風險可能進一步加劇。他說的是民營房企啊。實際上民營房企沒什麼好說的嘛，民營房企不都暴雷了嗎？對吧？還有沒有暴雷的就是什麼龍湖、什麼濱江，是吧？這些啊，2026年、2027年，对吧？就是要现出原形呢、你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整的。总之，只要韭菜他不買房，他一樣的啊，醜媳婦是要見公婆啊。所以民營房企就不用再說了，這肯定是要暴雷的。現在要聊的是說央國企開發商，對吧？他們還能撐到什麼時候？能不能撐得住？對吧？這是接下來的這個要討論的問題。連萬科都扛不住了，那民營房企還有什麼好聊的？第四個，他說房價下跌導致了高貸款價值比風險值值得關注。房價的長期低迷提升了抵押貸款和經營性貸款的這叫貸款價值比啊。在悲觀情境下，若房價從當前水平再跌30%，可能有多達17萬億的貸款觸及80%的警戒線，加劇房地產如經濟之間的負反饋循環。我知道啊，也就是摩根士丹利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房價在這個基礎上再下跌30%，就在目前這個基礎上啊再下跌30%，那意思就恐怕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。那目前的這個房價水平再下跌30%有沒有可能？我覺得可能性還很大。雖然這個是個咱們房地產是個結構性的問題，對吧？一邊是上海豪宅房價還在漲，一邊是鶴崗，對吧？2萬塊錢一套賣不掉，它是結構性問題。但是啊，恰恰是這個原因，對吧？導致很多城市啊，它的水分還沒擠乾淨，對吧？很多一線城市，還有所謂的什麼強二線城市或者叫新一線城市，那它下跌才開始啊，水分才擠多少啊？早着呢。我在很久以前啊，我記得我說過一個，你比如說啊，很多地方的縣城的房價，除非你那個縣城是東部沿海或者東部啊，什麼珠三角、長三角是那些发達省份，它每個縣都好幾家上市公司，這種除外啊。我說的是這些中西部欠發達地區，這種縣城啊，通常是叫5線城市。這種縣城的房價，它應該跌到什麼程度呢？就是新房或者二手房，就是那種樓齡比較短的啊，它應該跌到這個精裝修，它的建築成本你只能在3000左右，不會超過3000。精裝修啊，那麼再加上它土地成本1000，也就是4000塊，這就是它的價值。那麼，但是大家也知道啊，這個一旦這個價格下跌的時候，它不可能是跌到4000就停住了。這要不怎麼叫超跌呢？所以它很有可能跌到3500甚至3000。也就是說啊，欠發達地區的縣城，它的房價在新房價格在3000多，這個時候恐怕啊才能說真正的說它要穩住了，再跌不太好跌了，就是水分差不多沒了，再跌呢是純割肉。那二線城市呢，比如說省會城市啊，省会城市你土地價格再加1000，頂多加2000，也就是說啊6000，你就土地成本是3000，建安成本加裝修3000，就是6000，跌到6000，也就是再往下就是它成本線以下了啊，再往下跌的就慢了。但是不是說不跌了啊，它跌的就慢了，因為畢竟是已經在成本線以下了，有很多人就願意出手了，对吧？有的人一看我錢也夠，可以買了。實際上啊，你很多省会城市啊，这個普通的白領工資也就5000一個月嘛，你5000一個月，你想想5000一個月，如果是夫妻倆的話，那就是1萬，對吧？然後你吃喝除外，你還能存個6000，差不多吧，就這麼個水平，一年能存個7萬，那你相當於你一年啊就能買10幾平米的房子，對吧？你要存個7、8年，差不多就能買一套房。那這個基本上就是你看收入房價比差不多也比較合適，所以這是我個人認為的啊，就是比如說你是在南昌，对吧？或者是濟南，或者是鄭州，房價到了6、7千差不多了。但是這些不能那麼死啊，因為那個鄭州也很大呀，或者你在鄭州郊區，对吧？離市中心還有30多公里，你也賣7000，不是這意思啊。那你至少是在城市邊上，對吧？不能太偏，這個大家自己可以去算，對吧？如果是鄭州的房價，新房價格啊到6000，實際上差不多已經到頭了，再跌它就跌得慢了，跌不動了。你看看你在鄭州一個月5000還是能掙到的，100平米的房子它也只要60萬，60萬這夫妻倆人，對吧？幹個
攒個10年差不多吧。這個跟國際上買房的難度也就差不多接軌了。這個東西不能這個生搬硬套啊，不同的地方，對吧？你的位置，对吧？你那個地方的產業，如果你那地方年輕人還挺多的，很多人往那跑，那房價它恐怕降的就比較難。你那地方人口是在流出的，对不對？你像東北出生率到时候前3是東北黑吉辽，死亡率最高的黑吉辽，人口下降太快，那地方的房價只能下降，只有这麼一条路啊。這個是我個人啊對這個房價的一個看法，也就是說啊，你那些欠發達地區的縣城的房價就是1000加3000的這個叫建安成本，而且這是指的是精裝房啊，新房跌到這兒，哎，你就可以研究研究了，是不是它跌到成本線了，是吧？再往下你就相當於你的這個你算撿便宜，或者你的這個安全墊呢就更厚了。那地區呢就地級市啊，地级市就是2000再加3000就是5000，新房啊精裝的跌到5000，省会城市那就是6000，就這麼簡單啊。好，你是強2線城市，這2線城市裡面也有這個拔尖的，對不對？那你就是跌到多少呢？8000。記住了，全國那個建安成本都是差不多的，鋼筋水泥加木材加人工，那都是差不多的，加上銀行利息，对吧？不同的就是土地的價格。那關於這個樓市什麼時候見底，樓市這怎麼發展，對吧？我們看一看啊，這恆大前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老師他是怎麼說的？大家看視頻啊。說北京樓市新政来了，第一時間給大家解讀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，就表明呢，在今年底全國新的一輪穩樓市的措施將會出台。那麼北京打響了第一槍，我估計呢後面上海啊、深圳啊这些地方也会出台穩楼市的政策，有可能比北京的力度還要大。那麼這些政策的信號是什麼啊？影響有多大？對2026年的樓市怎麼看？房子還能不能買了？今天給大家講一講北京這個樓市新政啊，全文其實核心就是2點：放開限購和降低利率。首先說放開限購，這裡講的非京籍家庭購買5環內的房子，交納的社保從3年變成2年。然後呢，購買5環外的房子，交納的社保呢從2年變成1年。也就是什麼呢？降低了這個購房的門檻。放開限購的第二個措施呢，就是多子女家庭，2孩及以上的家庭可以在北京多買一套。就是說，北京戶籍的家庭在5環內可以買3套，非北京戶籍家庭在5環內可以買2套。大致呢就是降低了買房的門檻，增加了购房的套數，放開了限購。第二個的話呢，就是降低利率。文件裡講，利率不再區分首套和2套，合理確定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的具體利率。大家知道呢，我們這些年對吧，一直在降息，利率一直在走低，所以說呢，未來買房的貸款利率也會降低。我覺得這個北京樓市新政啊，傳遞的最重要的信號是新的一輪穩樓市政策出台。什麼概念呢？就是大家知道，今年的2、3季度，尤其是到了4季度，9、10、11、12，這個全國的房地產市場出現了新的一輪下行。那麼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，國家出台新的一輪穩樓市的措施非常的重要。這表明了呢，國家還是在救地產，並沒有放棄地產，未來政策力度會不斷的加碼。那當然，大家最關心的還是房子究竟還能不能買。大家知道房地產行業的分析框架是我提的，就是房地產長期看人口，中期看土地，短期看金融。我用了這個分析框架，每一次大的拐點的預測都幫大家精準的做了把握。比如說2015年，我給大家講一線房價翻1倍，在2020年，我就給大家講房地產將出現歷史性大頂。我們按照這個分析框架，我最近又提了一個新的觀點，就房地產的2-8分化，就是看2026年的房地產市場，只需要記住2個要點，一個是人口，另一個呢是國家的政策。那麼我們先來看人口，因為人才是房地產最根本的需求。在2020年以來，中國出現了人口的老齡化、少子化，中國的14億人已經到達峰值，每年人口都在減少。我們城鎮化率也接近70%，城鎮化在減少，很多城市呢都在收縮。按照人口的這個趨勢，房地產大開發時代落幕了，我們正在進入後房地產時代。後房地產時代什麼特徵啊？就是大家不要再指望说閉着眼睛買房，房價就會普漲，這個時代早就過去了。未來是比拼城市基本面的時候，就是諸位人口流入的核心城市、核心區域，未來房價會逐步築底，放長期來看可能會再創新高。但是人口流出的低能級城市，未來因為人口的流出會面臨漫長的陰跌，一定要聽勸，這些地方的房子就是不能再投資了。第二個呢，從國家的政策對房地產的定位的戰略，我們來看未來房地產的發展。大家知道呢，98年房改啊，我們國家通過預售制啊、首付啊，包括降低利率等等的土地財政，
一系列的政策，对吧？我们98年房改，01年加入 WTO， 都是要拉动经济增长，对吧？把房地产作为支柱行业。但是诸位，这些年你有没有留意国家对房地產的定位戰略發生了重大調整？國家提出房住不炒，提出促進止跌回穩，並沒有說止跌回升。原因在哪裡？就是因為我們國家發展的增長引擎變了，定位變了。過去要靠房地產帶，未來是要發展新質生產力、戰略性新興產業、新基建、未來產業。所以說你看實務規劃、中央工作文件都是在重點提，也就是中國正在空中加油，它的增長引擎從房地產、土地財政、老基建、重化工業變成了新質生產力、新基建、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。為什麼國家發生了這個戰略定位呢？因為我們吸取了很多地方的教訓。比如我舉個例子，香港這個20年前香港的房價達到了20多萬一平，結果年輕人沒有希望了，終身為房奴。更重要的是，當時香港在70、80年代還有很多實體經濟，還有科技，還有創新。結果房價一漲，實體經濟製造業就沒有優勢，大量的外遷到了深圳。我們再來看美國，美國過去這些年房價呀、勞動力成本暴漲，結果呢，就是美國的製造業大幅的衰退，成了鐵鏽州。中國正在吸取這些地方的教訓，所以說呢，不能妖魔化房地產，房地產還是要救的。救的目的是啥？不是把房地產刺激暴漲。如果說大家都來炒房，那誰還有心思搞什麼製造業，搞什麼實體經濟，搞什麼新質生產力呢？所以說呢，我們要客觀理性的來想這件事情。今天呢，我也負責任的給大家講，未來無論是從國家的戰略定位，還有從人口的大周期來看，未來房地產是28分化。那房地產怎麼才能救起來？我認為有3招。第一，盡快的全面放開限購。因為時代已經變了，不太可能再出現一放開限購房價暴漲的時代，這已經一去不復返了。所以我們要盡快改變認知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，降低利率，無論是存量的還是新增的，我認為都要降低，對吧？我們一直說要提振消費，現在房貸的利率還是有點高的，房貸的支出佔居民的支出比重還是比較大。第三個是什麼呢？叫住房收儲。就這個事情，我可能在國內呼籲的最早，形成了大家的共識，現在很多地方也在推行。為什麼說我說住房收儲是解決當前房地產難題的關鍵一招呢？是吧？現在房地產是要加大力度來改變供求關係。現在房地產主要矛盾是什麼？我們有大量的庫存的房子，另一方面呢，我們的低收入家庭、農民工、大學畢業生沒有房子住，他們不得不高價的從市場上去租房子，那怎麼辦呢？我覺得收儲做保障房啊，我很早就提出過，我們推出3萬億、5萬億的住房保障銀行也好，住房穩定基金也好，收儲一舉多得。那為什麼一舉多得呢？第一，救了這個優質的開發商，打通了他的現金流，防止他暴雷，讓他來保交樓，不能出現爛尾樓啊！爛尾樓受害最大的是老百姓。第二個，救了地方財政呢，對吧？現在地方財政這個欠了很多中小企業的工程款，住房穩定基金也會打通地方的財政的債務壓力。第三個是什麼？我認為更重要的就是收儲的這些過剩的房子和土地幹嘛？定向的擁有保障房，給低收入家庭，給農民工，給大學畢業生，對吧？原來我一個月1-2千塊錢的房租，我現在就變成幾百塊錢了，就可以拿出更多的孝敬老人，或者用於學習，或用於自己的消費，幸福指數就會提高，國內的消費擴大內需的戰略就能夠實現。所以在這裡我也再次呼籲啊，我們住房收儲的力度進一步的擴大。最後呢，我們也期待中國的樓市啊早點企穩，為中國經濟的復甦，為居民的消費，為居民的財富貢獻力量。說實話，我覺得任澤平在這個對房地產這一塊，他的觀點呢，比其他的專家啊稍微接點地氣，但說的還比較靠譜。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，對吧？你指望着炒房子不現實了，對吧？你買個房子等着升值，等着發財，你不要有這個想法了。对吧？第二個呢，只有少部分城市人口在流入的城市，而且它的核心地段那個房價會穩住，甚至未來它會創新高。但是大部分地區啊，對吧？沒有這個機會，不要有這個想法。恰恰啊，這些什麼核心城市、核心地段，那也不是普通韭菜考慮的。你比如上海那個20萬一平米的房子，30萬一平米的，它也不是普通韭菜考慮的，跟普通韭菜關係不大，對吧？而且啊，這個所有的人口流入城市不會太多，大家不要有什麼想法啊。比如說吧。人口流入城市頂多啊，就是幾個一線城市，這4個勉強算上，然後再加上什麼呢？加上比如說杭州東部的，對吧？然後成都這是西部的南部，對吧？西南，然後在這西安
算西部，然後什麼合肥，恐怕就这麼幾個地方啊，能算得上說人口在流入。你其他的城市就不要有這想法了，你就是省会也沒用。即便這幾個啊城市人口流入，不代表它房價不跌啊，現在他們正在跌，沒有跌的未來會補跌，对吧？會加速。這是任澤平的觀點，我是認可的。也就是說來說去就是放棄炒房的觀念，說我買個房我就能怎麼樣了。我們現在是防止因為買了房而返貧，對吧？而掉坑裡面，不是指望着買房子還能發財。但是任澤平啊，他一直主張什麼救樓市，救樓市，比如說啊，什麼利息下調，什麼首付下降，什麼稅費下調，這些當然可以啊，對吧？有必要這麼做，因為這麼做很多買房的人負擔輕一點。但是你說靠這個來穩住樓市沒戲，對吧？這些只能減緩那些買了房的人的痛苦，稍微減輕一點。利息減了嘛，對吧？一個月少100是100，已經買房的人稍微好，稍微輕鬆一點。沒有買房的人是不會因為你利息一個月少100我就去買房。還有啊，任澤平他老是建議，就是他最建議啊，政府發債收儲，把這房子收了做保障房。這個是我在以前節目一直說的吧，這個純粹是異想天開，只會啊加劇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，滋生腐敗。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啊，你說任澤平他總認為啊，对吧？政府把這房子買過去之後做保障房，保障房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你比如說啊，這個商品房是1萬1平米，保障房是5000。好，保障房呢，那收入低的人他能買，那政府他這中間差價政府來出是嗎？大頭出，為什麼呢？你想大頭從開發商那兒1萬1平米買回來，然後5000一平米賣給那個低收入的，這中間1平米5000塊是大頭出，你這個邏輯在什麼地方？僅僅是為了救房地產是嗎？好，大頭把這1萬1平米買過來不賣出租，對吧？以極低的價格租給那些低收入群體，他這想法是好的啊。問題是錢從哪兒出？誰出這個錢？發債，地方政府的地方債的利息都還不起，你讓他再發債，對吧？為了管理這些房子，他要增加人手，他要增加編制，你加多少人呢？這些人吃馬喝還得浪費。這個中指研究院呢，他公布一個數字，他說2025年1到11月，全國法拍市場各類法拍房源累計掛牌數量65萬套，同比下降 6.5%， 房源累計拍次是117萬次。什麼叫拍次呢？就是你同一套房子啊，一拍沒賣掉就二拍，就這樣的，一套房子可能拍好幾次，所以一次算一次，那就变成117万次，最終成交15.2万套，同比下降 3.5%， 清倉率 23.5%。什麼意思？清倉率就是說掛出來之後能賣掉的跟掛出來那個房子一比，叫清倉率還不到1/4，也就是現在有3/4的房子賣不掉，就是拍賣的賣不掉。这個也挺嚇人的啊！總成交金額2254億元，同比下降 24%。你這反映的是什麼？就是法拍房也賣不掉，對吧？你看這個統計局公布的數字，無論是同比環比，無論新房二手房，是不是都在下降？那現在連法拍房都在下降。如果說法拍房挺多的，對吧？增長很快，那說明還有成交啊。法拍房它也是成交嘛，人掏錢買，法拍房也在下降，同比下降 24%， 說明這個房地產市場有多慘多冷淡。11月全國法拍市场掛牌各類法拍房源 10.1萬套，就11月份啊，同比下降 15.4%， 最終成交拍品數量 1.5萬套，同比下降 13.5%， 清倉率 14%， 總成交金額207億，同比下降 37%， 也就11月份啊，法拍房更冷，成交額下降 37%。 難道是因為沒有法拍房了嗎？法拍房了嗎？不是啊，對吧？還有更多的人破產，更多人房子被拿去拍賣，但是賣不掉。那現在整個的樓市就這麼個情況。說到法拍房啊，這個深圳一個法拍豪宅叫2億別墅，骨折價甩賣沒人要。深圳這套估值2.01億元的別墅第8次法拍又黃了，直降1.34億元，6673萬元起拍，沒人敢接手。6層獨棟加超大私家花園，總面積3935平米。該房產是中科創系涉案資產，原主人張偉因涉黑獲刑，資產被沒收。拍賣公告顯示，目前該房產尚欠物業費216萬元，電費10萬元啊，這個都是要買家承擔啊，誰拍誰負責這個210萬的物業費，10萬的電費。原來這個主人啊不一般，涉黑
估計他的房子沒人敢買，買了怕以後萬一放出來，對吧？找麻煩。估值是2億啊，6000萬都沒人買，对吧？這是打幾折啊？打了4折、3折，沒人買。最後我們再看看這個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啊，說這個每平方米直降3萬元，上海一超級大盤21套房2度掛牌，什麼意思啊？開盤時曾千人搖號，上海一樓盤21套房每平米直降3萬拍賣。12月25日，京東資產交易平台掛牌浦東新區夏榮路58弄21套房產。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，這21套法拍房的關注度都比較高，有的房源吸引了3.4萬餘人圍觀，54人繳納保證金報名參拍。截至發稿，熱度最高的房源有34次報價。這批法拍房來自浦東新區唐鎮板塊的超級大盤融創未來金融城，樓市火熱的2021年新房銷售即開即罄，什麼意思？就是一開盤就沒了，賣完了。然而受債務壓力影響，項目公司被法院強制執行，連同上述房產在內，共計66套住宅被掛牌拍賣。那就是融創啊，人家對吧？融創不是深陷這個訴訟嘛，強制執行的这個金額都是幾百億啊，估計對吧？法院要拍賣他的資產，連同上述房產在內，共計66套住宅被掛牌拍賣。記者梳理發現，當日被法拍的7套房產面積均約90平方米，單套評估價595萬到637萬，起拍價340萬左右。這是融創未來金融城第2次法拍。此前10月13日，北京市第2中級人民法院將66套住宅房源擺上貨架，平均起拍單價4.84萬元每平米，相當於評估價的7折。最終42套房源順利成交，競爭最激烈的一套出價達到39輪。此次掛牌的21套房則是在第1次拍賣的基礎上再打8折，起拍單價3.8萬元每平米。這就也說明上海的樓市可見一斑啊，對吧？第1次拍賣66套只賣掉42套，起拍價本來就已經打了7折，4.85萬一平米。這第2次對吧？把上一次没卖掉的再來接着拍，再打8折，3.8万一平米。一位接近融創上海公司的人士告訴美经記者，相較於2021年開盤，此次掛牌價已非常優惠。這是這個叫融創未來金融城憑借張江科創板塊加持，紅極一時。2021年首開，直至2024年收工，房價則由首次開盤的6.8萬元每平米，一度漲到7.5萬元每平米，現在是3.8萬元每平米。4年過去了啊，從開盤價6.8萬，現在變成3.8萬，這就是上海。實際上這個恰恰說明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，對吧？這所謂的1線城市，對吧？它的這個非核心區啊，那房價也有很多水分等着擠啊，4萬一平米都拍不出去，對吧？現在改成3.8萬。所以從上海的豪宅情況來看啊，那上海真正的叫一邊是海水，一邊是火焰呢，對吧？一邊是30萬一平的房子，1.5億一套的日光，一邊是曾經的網紅盤，對吧？曾經也是開盤就賣完了的，現在腰斬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